微笑讲客语，微笑讲客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欢迎收看微笑讲客语，微笑讲客家。再来一次，微笑讲客家。微笑其实就是国语说的笑眯眯，客家话也有这种说法，笑眯眯。我们今天要学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要讲的跟这个天气 weather 有关啊。我们讲天气的时候，就先从下雨来开始谈起吧。下雨呢，在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就叫做雨有水吗？水落下来了，所以叫做落水。落水，落就是落这个字下下来的意思，落水。可是呢，有一种说法呢，叫做落雨。落雨，那个雨呢，就是雨的意思。许巍的爸爸妈妈都是客家人哦，可是他们两个人说的客家话是不一样的。我爸爸说的呢就是落雨，我妈妈就会说落水，了解了吗？好，不过呢，我们两种都听得懂，就是下雨的意思。还有一种是毛毛雨，毛毛雨呢，客家话叫做一毛哎。一毛哎，叫做雨的毛。这个毛为什么细细的，好像那个头发一样细，很生动的说法哦。那么另外呢，不管老天呢是下的是什么雨呀，结果呢你雨已经下完了，然后你才去送伞给人家，就有了一个非常俏皮的客家话的歇后语了，叫做雨后送伞。我们刚刚不是学了雨叫做雨吗？雨后就是 hellboy， 就是后面的意思。雨后就是下雨后呢，送就是送，才送宅。这个宅，客家话里面宅那个杂的音其实是遮盖的遮，有没有？我们伞就把它遮住了，所以宅就是遮的东西。雨后送宅，什么意思呢？无济于事，没有用的意思。来，跟我念一次。雨后送仔。好啦，那我们来学一句话，今天可能会下雨哦，要带伞。这句话怎么说？今晡日可能會落雨，要記得帶仔。好像很難耶。好，來我們複習一次好了。來，今晡日就是今天可能會落雨，要記仔，我是徐薇，我们下次再学咯，安之 say 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